前段時間，向佐喺一檔訪談節目入面罕見咁敞開心扉，大談向家嘅家庭矛盾。鏡頭前面嘅佢一改往日搞怪玩梗嘅形象，講起得細佬向佑嘅時候咧，數度哽咽，言語之間咧滿是無奈同埋心痛。佢話細佬呢幾年過得並唔好，父母偏心，兄弟分離，甚至連最基本嘅家庭溫暖都得唔到。呢一番說話一出，唔少網友對向佐改咗觀，過去嗰個靠住着女裝、靠爭議博流量嘅豪門公子，突然間變成咗重情重義、處處維護細佬嘅好哥哥。輿論好快被帶動起身啦，眼睇住風向轉變，寂寂已久嘅向佑亦都迅速咁註冊社交賬號，晒出一家人嘅舊合照，釋放求和嘅信號。緊接住向太亦都親自下場回應，佢罕見提及母子關係惡化嘅原因。坦言咁多年嚟，曾經多次出錢出力扶持細仔，佢始終係見唔到任何嘅改變，一次次失望累積落嚟，最終令到佢徹底寒咗心。一邊係個仔隔空喊話求和，一邊係母親公開吐露委屈，豪門母子反目，兄弟情深，家庭和解嘅戲碼好快吸引咗大量嘅關注。然而邊個都冇諗到嘅係，就喺外界以為呢場豪門恩怨終於要迎嚟大團圓結局嘅時候，劇情卻突然間出現咗反轉。母子關係先啱啱緩和都冇幾日啫，向佐就拉嚟咗久未公開露面嘅向佑一齊現身直播帶貨，從家庭矛盾到兄弟情深，再到直播變演，一套操作行雲流水。唔少網友咁一思後知後覺都發現，原來向佐呢一盤棋或者遠比大家想象當中要下得更加大。喺同易立競對話嘅訪談當中，向佐首度直面鏡頭自爆向家嘅家庭裂痕，都話家醜不可外揚噶啦。但呢一次袒露真心嘅向佐令到大家見到咗個不為人知嘅一面。向佐坦誠透露，佢嘅親生細佬向佑已經被父母除名，向太早喺幾年前就已經刪除咗向佑嘅所有聯繫方式。兩人平時若果要聯繫只可以通過公司秘書嚟傳話。至於向華強，態度同樣係冷淡。向佑提出見面，經常得到嘅回覆只有一句冇時間。失去父母嘅支持，又缺乏穩定收入來源嘅向佑，漸漸變成喺向家最邊緣嘅嗰一個人。向佐透露啦，長期遭受家庭冷落同埋精神壓力嘅細佬，甚至因此出現咗心理問題，而家逐漸失去咗獨立生活同埋謀生嘅能力。咁多年嚟，向佑嘅生活開銷、日常支出好多時候都係由佢嚟負責照顧。講到細佬嘅現狀嘅時候向佐滿面心痛。佢坦言啦，父母對於自己幾乎係無條件嘅偏愛，但同樣嘅愛卻冇落到細佬身上面。我係被偏愛嘅嗰個，但並唔係我想見到嘅。佢話自己結婚嘅時候，曾經希望細佬出席婚禮，但係父母並唔同意。對於向太過去喺社交平台公開批評細佬嘅做法，佢亦都並唔認同。每次提到向佑，佢甚至會忍唔住咁樣落淚。鏡頭入面嘅向佐最大嘅心願只有一句：教皇萬事興。正係因為如此，當時唔少嘅觀眾都被佢嘅真情流露所打動。向佐嘅好哥哥形象亦都喺短時間之內迅速立住咗。只係當大家將目光從向佐身上面移開，重新審視向佑咁多年嚟嘅經歷嘅時候，卻發現事情或者並唔係咁簡單。因為向華強夫婦對於細仔嘅冷淡並非毫無緣由。提到向佑，向太曾經直言啦，佢係我一生最大嘅痛，甚至坦誠自己最後悔嘅事就係後生嗰陣時冇早啲明白慈母多敗兒嘅道理。喺向太口中，向佑自細就嗰一個極端而且叛逆嘅細路仔，6、7歲就已經經常離家出走，犯錯被責罵嘅時候會喊到幾乎唞唔過氣。但係向太後來發現呢啲好多時候更加似係一種情緒操控。長大咗之後，兄弟2個人一同前往英國留學。嗰個年代國際長途費用昂貴得驚人，向佑一個月嘅話費高達2萬幾蚊，卻幾乎冇一個電話係打俾母親嘅。反觀向佐，每個月嘅話費只不過2000蚊，但係絕大部分嘅電話都係打返屋企。呢種差距亦都令到向太心入面嘅天平逐漸咁傾斜。向華強後來也曾經無奈表示，向佑身邊總係圍繞住一班不三不四嘅朋友。咁多年落嚟佢從來都冇認真向父母請教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反而係更加願意聽信身邊嘅朋友慫恿同埋揣度。而真正令到父母徹底失望嘅，即係成年之後嘅向佑。年少時嘅叛逆並冇隨住年齡嘅增長而收斂，
相反，佢接連咁惹出風波，一次又一次咁挑戰家人嘅底線，甚至多次咁觸碰法律嘅紅線。2009年，22歲嘅向佑喺香港街頭嗰度同人哋鬥毆，被控公眾地方打鬥罪，最終係依靠屋企人面出面嚟調解，自簽保證金並且規範行為1年。2012年，佢又喺東莞一酒店因為服務糾紛而辱罵工作人員，唔單止態度囂張跋扈，仲當眾搬出父親向華強嘅名號嚟威脅他人，最終引發衝突。呢一次依舊係向華強親自出面重金賠禮道歉，先擺平咗呢場風波。而壓垮信任嘅關鍵大禍發生喺2015年，向佑喺香港旺角乘搭出租車嘅時候，因為不滿司機路線安排，當場暴怒辱罵，喐手毆打司機。施暴嘅過程當中，仲極度囂張咁吆喝：你知唔知我阿爸係邊個？最終呢起糾紛進入咗司法程序，向佑因為襲擊、刑事恐嚇罪名成立，被判入獄6個月。堂堂豪門少爺公然暴力之事，觸犯刑罰入獄。出獄之後，向佑絲毫都冇悔過收斂，反而更加急躁偏激，一門心思想要靠住投機一夜暴富。當佢提出想要創業嘅時候，向太二話不說就俾佢啟動資金，但係無一例外，冇一次成功。母子徹底斷聯嘅根源，在於向佑只有伸手攞錢嘅時候，先會向太許下承諾，但事後從未做到。呢一番反覆折騰數次，向太心灰意冷，索性拉黑咗佢所有嘅聯繫方式。之後喺通過秘書傳話嘅時候，秘書對向佑講咗佢父母嘅種種辛苦，但係向佑絲毫都冇聽入去，佢淨係記得屋企入面嘅8億遺產，心態早已嚴重扭曲。2026年2月，向華強公開遺產分配方案，確認所有嘅資產都會由郭碧婷嚟管理，兩個仔均冇直接嘅資產處置權。消息一出，向佑當場大呼唔公平。除咗向佑性格上面嘅好高騖遠之外，向太亦都唔認可佢嘅姐弟戀。自從戀愛之後，佢嘅脾氣又越發暴躁，亦都唔同屋企人面聯繫。向太直言呢種女人佢唔見，就算結咗婚亦都唔會認。親情、財富、婚戀多重矛盾疊加，向佑同父母之間早已經係無解嘅僵局。不過喺向佐將家庭矛盾徹底擺上台面之後，亦都倒逼到一家人完成咗一場全網見證嘅和解。輿論發酵之後，向太明顯軟化咗對向佑嘅態度，主動邁出和解嘅第一步。佢喺向佑1個月之前嘅慶生視頻下面寫咗一大段發自肺腑嘅說話，言語之間滿是對於兒子嘅期許同埋掛念。隨後向佑回覆想你愛你，終於緊繃多年嘅母子關係迎嚟咗破冰。所有人都以為咁樣只係一場單純嘅親情回歸，冇諗到向佐嘅一波火速操作直接撕碎咗所有溫情假象，暴露咗佢嘅真實野心。和解熱度尚未退去，向佐即刻帶住沉寂多年嘅向佑開啟合體直播，成場直播反差感非常明顯。向佐作為直播老手，全場掃練空場，主動帶動氛圍。佢不斷咁攬住向佑，仲跳上向佑嘅背脊，似乎喺度刻意放大兄弟情深嘅畫面。反觀向佑，全程就手足無措，面對鏡頭佢下意識低頭，介紹產品木訥生澀，全程係依靠向佐嚟打圓場。睇上去完全係被強行拉嚟營銷嘅。直播中途，向太空港直播間豪宅禮物穩居第一。呢場直播數據十分亮眼，峰值在線人數突破10萬。沉寂多年嘅向佑亦都係一夜之間漲咗好多粉。但喺呢啲亮眼嘅數據背後，就好似係一套精心策劃嘅劇本。先係向佐喺訪談節目當中自爆家醜，製造手足情深嘅話題，博取大眾嘅同情。再由向太評論區入面留言，完成咗母子和解，收穫路人好感。最後趁熱打鐵，帶向佑開播變現。每一步都好似係精準嘅摸透咗互聯網流量嘅用法，唔少網友一針見血嘅點評，向佐口中嘅兄弟情更加似係消費親情嘅流量工具。所謂化解家庭矛盾，亦都只係引流鋪墊。睇返轉頭，向佐當年為咗流量放低身段，將女裝直播呢一件事，更係完美印證咗佢嘅流量邏輯。除此之外，或者仲有對於遺產重新調整嘅目的。喺公開遺產分配之後，向華強曾經表態，若果向佑未來10年安分守己、踏實生活，佢會酌情調整信託遺囑。而向佐主動帶住細佬出鏡洗白形象，既可以改善向佑喺父親眼入面嘅負面印象，亦都存在住推動遺產分配重新調整嘅潛在目的。成件事發酵至今，
網絡輿論分裂成咗兩種截然不同嘅聲音。一部分網友依舊係願意相信向佐嘅手足真情，認為佢主動帶住細佬出現喺鏡頭前面係實實在在嘅幫扶，直播只係順勢而為，冇必要過度揣測惡意。但係更多網友覺得和解同直播間隔太短，時間線過於刻意，好難擺脫炒作嘅嫌疑。豪門恩怨向來都離唔開名利同埋利益嘅糾葛。如果故事停留喺兄弟情深、母子和解，或者仲可以令人感慨一句血濃於水。但偏偏風波啱啱發酵，向佐就迅速帶住向友開播帶貨。呢一步嘅操作，亦都令到成件事嘅味道變咗。從家庭矛盾到兄弟情深，再到直播變現，劇情一環扣一環，流量幾乎被利用到極致。或者向佐幫助細佬確實有真心，但當家庭裂痕、母子心結，甚至當年嘅豪門恩怨都被包裝成為咗流量素材嘅時候，再動人嘅親情亦都會難免變咗味。畢竟觀眾貢獻嘅係共情同埋眼淚，換嚟嘅佢係直播間入面嘅銷量同埋成交額。咁樣嘅營銷或者可以喺短時間之內賺足關注，但係長期透支嘅佢係公眾嘅信任。所以呢，食瓜可以，感動亦都可以，但係唔好忘記啊，熒幕前面嗰啲催淚劇情背後，好多時候都藏住一套完整嘅流量生意，咪俾自己嘅共情最終變成咗人哋變現嘅籌碼。